在维吾尔群体中，你知道吗？有一个问题一直让大家争论不休，那就是深入的讨论宗教问题，对整个民族的解放运动来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个话题。好的，我们直接切入正题。很多人都担心，咱们要是老琢磨宗教，会不会就把争取自由这个正事儿给耽误了？但是今天我们要分析的这个观点，他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说，等等，如果问题根本不在于我们信不信，而在于我们信的是哪一种信仰呢？好，我们先看第一部分，为什么说这个是一个分裂性的问题？这么说吧，在很多讨论里，有一种声音特别响亮，就是说，咱们活动家们应该学学那些世俗的历史人物，别管那么多，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民族事业上，这才是正道。这话听起来是不是挺有道理的？就是说，大家团结在一个民族的旗帜下，多简单明了，省得去碰那些复杂的宗教分歧。但是呢，今天我们要剖析的这个观点，恰恰就是要挑战这种看法。那么信仰这东西，它到底是绊脚石还是推进器呢？这里我们就要触及整个分析的核心了。提出这个观点的人认为关键根本不在于信仰本身，而在你实践的到底是哪一种信仰。你看，就这么一个区分，一下子就把我们看问题的整个角度都给颠覆了。哇，这话说的可真够大胆的，对吧？他直接点出来说，我们之所以失败，其中一个根源恰恰就是我们自己的信仰。这怎么可能呢？别急，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得先引入一个特别关键的概念。这个关键概念就是 buzuk etiket， 翻译过来就是败坏的信仰。根据原材料的说法，这种信仰最关键的特点就是它的根基不是古兰经白纸黑字的文本，而是建立在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那些传统习俗，甚至是道听途说之上。你看这一张图，一下子就清楚了。他把这两种信仰带来的结果做了个鲜明对比。左边，这种基于传统的败坏信仰被认为是造成内部分裂，导致一次又一次失败的罪魁祸首。而右边呢，那种直接基于古兰经的信仰，反倒被看作是促进团结、走向解放的关键。那么问题来了，这种说法有历史证据支持吗？还真有。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好，现在咱们就穿越回历史现场，看看这个观点到底是怎么被验证的。第一个例子是1933年的一场悲剧，这场悲剧被认为是败坏信仰如何亲手毁掉一场民族运动的典型案例。故事的主人公是阿布都·哈利克·维吾尔，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诗人和革命家。在1930年代初，他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族觉醒运动。可就在运动势头最好的时候，一些宗教传统主义者突然跳出来，给他扣上了一顶异教徒的大帽子。这在当时可是个致命的指控结果他很快就失去了民众的支持，最终这位年仅32岁的英雄被处决，整个运动也跟着失败了。所以你看，这个案例分析的关键就在于，提出者认为真正毁掉这场革命的，并不是古兰经的教义，而是那些基于地方传统的所谓的异端指控。这种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做法，最终导致人民被严重误导，反而站到了侵略者那边。这毫无疑问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你以为这就完了吗？并没有，历史的悲剧好像10年后又上演了一遍。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1944年第二次东铁决斯斯坦共和国的失败。这次失败又一次暴露了来自内部的破坏力有多么巨大。当时的情况跟1933年那次简直是惊人的相似。哈麦德江哈斯木领导的共和国政府同样被一些宣传贴上了共产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的标签。你想想，这些标签在当时宗教氛围非常浓厚的南部地区，那简直是太管用了，一下子就在民众里制造了巨大的裂痕。这种宣传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武器，它成功地把南部的民众和北部的革命政府给隔开了。所以这个观点的分析就指出，这又一次证明了那种基于传统的拜干信仰是多么容易被当成政治武器，从内部瓦解掉一个本可以团结起来的统一战线。好了，回顾了这2次让人心痛的历史失败，我们肯定会问，那出路到底在哪儿呢？
从这里开始，分析的重点就转向了方案。提出者认为，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回归一种纯粹的只基于《古兰经》的信仰，用它来擦亮我们的双眼，认清楚谁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这个观点认为啊，回归经文本身就像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迷雾里突然点亮了一盏探照灯，它能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晰度，把所有那些因为传统习俗和内部争斗产生的杂音全都给消除掉，最后让所有人把目光聚焦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上。那么这张幻灯片上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列出了那些被认为是分散我们精力的假想敌。你看，不管是内部的宗教分歧，还是对西方的莫名敌意，都被看作是那种败坏信仰制造出来的干扰项。它们的作用就是把我们的能量从真正的斗争中引开。所以顺着这个观点的逻辑往下推，结论就变得非常直接了。一个完全以《古兰经》为中心的视角，会自动地排除掉所有其他的，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的干扰。这么一来，斗争的焦点就会唯一的、清晰地指向那个真正的敌人——中国。这就是该观点提出的最终战略方向。好了，理论讲完了，那怎么把它落到实处呢？我们就来到了最后一部分，也是整个论点的一个升华：如何把信仰和斗争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个统一的，甚至是神圣的使命。这里提出的行动路线图可以说是非常清晰了，就2步。第一步是向内看，通过回归古兰经这个唯一的源头来净化我们的信仰，把所有传统带来的杂质都给清除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第2步，向外看，把为了民族自由而战这件事儿重新定义为一种最高形式的宗教责任和宗教实践。这句话可以说就是整个论点的点睛之笔。他把爱国主义和虔诚信仰看成了一回事，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也就是说，为家园奋斗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崇拜。好了，最后我们留下一个问题，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问题。今天我们分析的这个观点，其实是在挑战我们去思考，我们团结的真正基石到底应该是什么？是那些我们共享的传统习俗，还是一个经过我们重新审视和净化，并且指向一个共同目标的信仰？这个问题，我觉得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好好想一想。